等一点刚出来烤的是啊，看这个色泽非常的新鲜啊。其实这是糖果啊，请们相信我。说火，开始高端的食材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2个小时，陈师傅开始制作燕皮。這晚在跟蹤偶遇，這晚在跟蹤偶遇，心中被他兩個極點不停叫喚，跟他對價。新鮮的冷風不准吹許他，他那又用眼神快要對我説話。再配上这一包女人的豆浆，那味道好极了。味道好极了！啊，真香！哎呀。